后来继续来看日本的自成县有4个市町，今年是继续来采用台湾往来做日本学生营养午餐的水果。农业部举办记者会，感谢日本对台湾往来的支持。今年日本继续采用台湾的往来作为日本学童营养午餐的饭后水果。农业部农粮署特别感谢日本的消费者长期以来对台湾往来的支持。我们今年到目前啊，这一个国内啊凤梨外销日本啊，已经达到14000多公吨。卖去日本的往来，拢落实安全溯源的管理，并且建立为采收到珍贵外销完成的冷链物流的环境，就是要强化卖去日本的往来品质。那让日本的孩子更认识台湾优质的水果，那也是一种食农教育。那另外就是一个促进文化交流哦。农粮署强调讲，有这个信心，和台湾往来变成日本校园的指定水果，提供更加侪日本学生囡仔食，嘛期待未来会使进一步将台湾的往来推广到全日本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